继续来关心中国一个货轮玉州启航，伫空热风台期间，靠达伫亚利的外海，相关单位是赶紧要去抽油，不过因为天气歹，拢无法度进行。这只货轮伫风台天出海，这停驶敢无问题？即嘛引起议论。航港局是回应讲，一切是依法办理，因为这只货轮载重的关系，所以无法度伫基隆港避风台，因此伫风台来进前就申请要离开。基隆港务公司伫28暗头仔有批准，因伫入口离开的时，才伫外海靠达。靠达伫亚洲环节，中国籍货轮玉州启航，对海影是扑扑沉沉。因为天气歹，就算抽油船含人员几啊天待命，几啊摆趁天气较好的时阵过去，嘛是无法度完成抽油。这是早起工作船载海事人员要去哩靠达的货轮做封堵，确认无漏油的疑虑。当地渔民讲，已经连续几啊天看到工作船划过来。你逐工拢比较顺啊。每天都有在。伊有好天，伊就派人出来，船啊派人出来。伊拢派，敢若拢家人主动就算。啊，你如果东尾天啊，天气较歹啊，若要好你一工哦，足困难的。德国界关注中国籍货轮风台进前的离港停驶，航港局发布说明，相关法规范港内船伫风台警报发布了后，应该家己加强风台措施，也是照相港的指示，早去保卫艇还是出港。这只中国籍的货轮因为载量体伤大，重心伤悬，向基隆港务分公司提出出港避风的申请，28尾暗准啊29早起出港，要登去中国说因为动力无够靠达。昨天早上天气比较好，所以他们有上去，有可能会有泄漏的部分，我们都有上去堵漏了。依照这个防台的标准程序，它必须要离港。航港局讲，离港的作业拢是照规定来办理，后壁会看相关规范，敢阁有增进的空间。为了要强化海难的应变能力，航港局会以陆务采购的方式，选取各大大型拖救船伫港口待命，会当对抗背击风4到6公尺的海洋权。有一万 HP 以上，按算2025后半年完成采购的天数，会当提升海难船拖带能力。防止扩大，记者综合报道。